超哥啊，正所謂咧一分耕耘一分收喎，你睇下啲瓜果植物咧要種得靚，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啊！係啊，耕種分4個階段：翻土、播種、栽培同埋收割。翻土就好似我哋施政一樣啦，首先要找出問題，然後咧就要諗出改革嘅方法，清除障礙、克服困難同埋挑戰，完善我哋嘅系統體系。到播種咧就即係等於我哋找出個方向，然後推出不同嘅政策，例如我哋好多發展藍圖啦，我哋而家又做緊5年規劃啦，就係要為香港嘅發展定明方向。咁我明白啦，所謂嘅栽培咧，就好似咧我哋要運用社會嘅政策同埋資源啦，去到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。而至於收割咧，就好似我哋耕種見到成果啦。施政最緊要咧，就係令到市民真正受惠，所以治理一個城市就係深耕細作。我哋制定啲政策，讓市民體會到實實在在嘅成果，感受到我哋施政嘅好處。話時話超哥啊，其實你上任特首咧已經4年啦喎，呢4年咧我哋見到呢一屆政府咧主動咁樣求變啦，改革創新，唔少嘅施政都逐漸見到成果啊。過去4年，我哋改變咗政府文化，建立以結果為目標嘅政府。我哋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，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嘅屏障。我哋敢於打破利益藩籬，努力解決好多歷史遺留落嚟嘅多年問題，包括多管齊下解決土地房屋問題，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由6.1年縮短至4.7年，創8年多以嚟最低紀錄。簡約公屋已經有近1萬戶入伙，簡樸房有序取締劣質劏房，樓市穩定發展。我哋以精準扶貧，找出排喺隊尾最需要幫助嘅人，多項涉及勞工權益嘅措施陸續見效。我哋鞏固提升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中心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，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，全力發展國際教育樞紐。我哋全年盛事不斷，文體旅協同發展。我哋深化人工智能加全方位發展，大規模招商引才引資。我哋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同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同埋建設，主動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。我同司局長積極出訪不同地方，協助企業走出去，全方位說好香港故事，喺對外開創中更好發揮作用。我哋而家見到嘅收成咧，就係過去播下嘅種子，咁但係只有播下更加多嘅種子，香港嘅未來咧，先至可以有更好嘅收成。深耕細作唔係1年半載嘅事，仲要根據不同嘅因素識變、應變、求變，就好似我哋而家身處嘅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一樣，不需泥土，不怕風雨，借助科技同埋人工智能，幾個星期就有收成啦。所以改革創新產業嘅升級轉型，變嘅係形式，不變嘅係深耕細作嘅精神。今年係國家15規劃開局之年，我哋亦都全速為香港制定第一個5年規劃。喺鞏固提升香港傳統優勢嘅時候，我哋要改革創新，既要睇到挑戰，更要睇到機遇，以產業導向開闢新賽道，提升市民福祉。我深信喺深耕細作之下，香港嘅未來一定有更豐碩嘅成果。超哥啊，你經常強調咧，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咁你話啦，治理香港咧就要深耕細作，更加需要咧就係改革創新。咁我哋而家嚟到咧河套呢個實驗室，見到各項嘅工作咧都全速咁樣推進，亦都有好多嘅企業咧已經陸續咁樣進駐。我都好期待咧見到北部都會區未來嗰個收成啊！河套就係香港連接內地同埋國際世界級嘅創新科技樞紐，北部都會區就係香港發展嘅新引擎。河套香港園區開完半年，就有好多企業進駐，例如呢間企業咁啦，佢就利用河套做佢嘅香港總部。喺呢度呢，就係佢大展拳腳嘅平台，同時佢又搭台俾其他企業，收穫1+1大於2嘅共贏成果。講到成果呢，其實喺過去嗰4年，我哋香港好多嘅國際排名呢都持續咁上升喎。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方面呢，
香港穩居世界第一。另外，最新公布嘅世界競爭力年報裏邊咧，香港嘅競爭力世界排名第2。今年3月發布嘅全球金融中心指數裏邊，香港繼續穩居全球第3、亞洲第1。香港8間大學全數躋身亞洲百強，其中5間更加係世界百強。國際調解院去年落戶香港，香港就已經處於全球爭議解決嘅核心位置，正朝住全球調解之都嘅目標穩步邁進，喺全球變局中發揮和解軟實力，進一步帶動提升香港嘅經濟、政治、文化同埋國際影響力。我哋持續深化國際交往合作，進一步強化內聯外通嘅橋樑作用。我記得超哥你上任嘅第1年呢，有一次我哋去行山啦，咁你就話寓意呢施政要高瞻遠矚。第2年有一次我哋搭船，你就話呢寓意乘風破浪，要解決市民所關心嘅難題。第3年呢，就要破繭成蝶，要改革啦。咁我明白啦，嚟到今年呢，就係國家15嘅開局之年，亦都係我哋香港呢編制首份5年規劃嘅關鍵之年。我哋唔單止呢係需要心奸細作，更加要把握機遇，乘勢而上，希望可以收穫更加好嘅未來啊！冇錯，可能有人會問，市民同社會各界點解要關心5年規劃呢？5年規劃關係到香港未來5年嘅民生大事同埋社會發展。又可能有人會問，其實5年規劃會帶俾香港咩呢？會帶俾香港豐富機遇，包括鞏固提升香港金融、航運、貿易、創科等國際中心地位，加強建設國際航空樞紐，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，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，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，以及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。我哋可以受惠於國家經濟發展、科技共享、超大規模市場、一帶一路同埋大灣區融合所帶嚟嘅機遇。所以我哋見到呢一個河套嘅發展模型呢，就好似見到香港未來嘅發展咁啊！係啊，河套香港園區第1期大樓已經陸續完成，第2期亦都全速推進，所以北部都會區河套合作區已經唔再係一紙藍圖，已經係陸續進入收成期。發展過程中，我哋可能會面對挑戰、困難甚至考驗，但我哋從來唔怕挑戰，更會堅定改革嘅步伐，克服困難，心耕細作係態度，乘勢而上係方向。有態度有方向，香港就有更好嘅出路。從心耕細作嘅堅持到乘勢而上嘅決心，香港始終喺國家發展大局中找準定位，喺國際舞台上彰顯我哋嘅獨特優勢。我相信只要我哋齊心協力，把握5年規劃帶俾我哋嘅機遇，主動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香港必定再創高峰。